世界360，大家好。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呢係究竟特朗普呢一個非典型嘅總統呢，以前美國有冇出現過呢？咁答案係有嘅，曾經有兩位同佢係好相似嘅一位總統嘅。咁佢下場係點樣呢？喺講佢之前，請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好啦，講翻我哋今日嘅正題啦。究竟係邊兩位總統啊，同特朗普一樣係屬於非典型嘅行事作風嘅呢？咁樣嗱，我哋首先講第一位啦。最後我先講翻佢哋兩位嘅下場。第一位嘅總統咧就係胡佛總統啦。佢係1929年到1933年嘅時候做總統嘅。咁而當時嚟計咧，佢就希望咧就係佢嘅競選口號咧就係要幫啲農民嘅。而當時嚟計咧，佢就會話：如果我當選之後咧，我就會去加關稅進口嘅農產品。咁而佢就順利當選咗啦。咁當選咗之後就的確係加全世界關稅。咁就當時嚟計就15%至20%到嘅。咁佢咁樣做之後咧，啲農民都當然係好開心啦。但係就好冇諗到就係喺佢當選之後唔到一年，1929年底嗰陣咧，就發生咗呢個經濟大蕭條啦。咁就然而咧，就越蕭條嗰陣咧，就冇諗到咧，當時嘅佢或者當時嘅佢國家嘅美國嘅人咧，都會覺得我哋應該更加要加關稅去保護自己啊，因為外面好亂啊。咁而所以咧，佢就反而係擴大咗個政策，令到佢反而係針對外面嚟嘅產品2萬幾種產品咧都要加關稅嘅，反而係加咗嘅。咁加咗好多商品落去嘅，而甚至乎有啲產品咧仲高達50%嘅關稅稅率添。咁啊，因為佢哋一致認為咧，加關稅係保護國家嘅唯一嘅方法。然後咧，佢當時嚟計咧，喺1931年至1933年啊，結果造成嘅後果咧就係、其實佢喺差唔多呢幾年裏面咧，全球貿易量咧就減少咗60%嘅。但係最搞笑一件事就係咩咧？佢咁樣做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冇阻力嘅，因為當時佢咧要做呢個關稅嘅政策嗰陣咧，係必須要透過國會嘅支持嘅。而當時嘅美國咧，就係人民覺得需要，國會都支持，咁佢就去做。其實佢都係因應佢哋自己國內嘅一個民意去執行呢件事咁樣嘅。咁好啦，第二位嘅總統啦，就係喺1969年至1974年嘅一位總統叫尼克森啦，或者尼克遜咁樣啦。咁佢呢位總統咧，就其實同特朗普嘅行事作風比較接近啲嘅。因為咧佢就唔中意啲建制派嘅，即係佢就好似而家嘅特朗普咁樣，佢中意去對付啲公務員，炒佢啊咁樣。而第二樣嘢咧，佢咧亦都對啲媒體好唔客氣嘅，成日都充滿敵意。然而咧，佢亦都好中意咧挑起一啲黨派之間嘅鬥爭嘅咁樣。所以其實佢呢位總統同呢個特朗普咧就行事作風係非常之接近嘅。咁講一講佢當時上任嘅時候啦，其實1960年代嘅美國咧通脹問題好嚴重嘅。咁而當時尼克遜上台之後咧，佢就諗出一個方法，就係話：好，我哋就將呢個人工、工資同埋所有嘅商品嘅價格凍結咗佢。嗱，咁佢都知道呢個手段好爭議性㗎啦，所以佢亦都訂立咗一個90日嘅行政命令執行期。90日，因為佢都知反彈會好大嘅。但係冇諗到咧，喺90日之內咧，的確成個國家嘅通脹問題真係得到緩和同解決喎。咁所以原本好反對佢啲人咧都收聲啦，就唔再嘈佢啦。但係咧就問題就係話，佢到90日之後咧，佢就果然真係將呢個政策就放開咗，就取消咗。但係一取消咗之後咧，結果又翻嚟啲通脹，咁所以佢又好亂啊咁樣。咁所以佢又將開始執行翻呢個政策，佢就希望長期咁維持落去啦。咁好啦。咁一直咁樣去做啦，結果到1973年嘅時候咧，佢就遇到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咧，就係石油危機啦咁樣。咁其實裏面咧，佢執行呢一種價格嘅一個控制嘅方式，再加上外面嘅石油危機啊，其實佢就已經係冇辦法繼續落去，因為其實呢一類型嘅政策咧，都係非常違反一個正常嘅經濟原則嘅咁樣。咁如是者咧，佢就一路咁樣去執行呢個政策啦。咁後果係點樣？我等陣再講。嗱，我首先講翻頭先第一位胡佛呢位總統啦。佢結果嘅下場係點樣咧？其實真係冇啊。佢就一路咁樣做咗呢一任1929年到1933年。
嘅時候，佢做咗4年，然後就落台啦。佢就落台冇再選啦。咁而下一位接手嘅咧就叫做羅斯福總統。咁而羅斯福總統上台之後咧，佢就慢慢將呢啲政策咧就逐步解開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胡佛最後嘅後果，即係話其實佢真係冇因為呢個關稅政策，並非因為呢個關稅政策而下台嘅。咁講翻呢位尼克遜總統啦，咁如果你哋稍為有翻一定年紀嘅人啦，咁你都知道尼克遜總統佢到最後因為水門事件去偷聽嘅呢個問題，就落咗台嘅。咁即係佢一個政治問題而落台嘅，自己辭職嘅。咁水門事件呢個你哋自己再另外，如果唔清楚去上網都可以查到咩叫水門事件，政治事件。咁即係話其實兩位總統咧都並非因為咧係關稅政策嘅議題咧而落台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呢兩件事我哋都可以即係睇得到，其實當時嚟計兩位總統執行呢一種政策咧係因應當時嘅民意嘅去做嘅。咁而睇翻今日啦，如果特朗普執行呢一個，其實都冇人知道後面係點嘅，大家都係得個講嘅，得個估字嘅啫。你話咁，佢話咁，因為其實現時美國嘅政治經濟同國際環境咧，同當年尼克遜同胡佛已經完全唔一樣啦。所以後面嘅事會點樣發展落去咧？大家都只係可以一路喺度咁觀察嘅啫。好，今日我哋嘅題目就講到呢度，下次見。